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台湾时间今透早，台积电伫美国亚利桑那州举行安基大典礼，美国总统拜登亲身出席，也强调美国制造业回来路。美国拜登政府宣布会配合台湾战机甲运输机零件，这也是拜登政府第7届配军事武器予台湾。内政部长徐国勇因为身体欠安，所真冲动议辞职，也指派内政部处长华建群代理内政部长。伫咧台湾时间今透早4点半，台积电伫美国亚利桑那州举行安基大典礼，美国总统拜登亲身出席，伊也表示讲美国的制造业回来路，强调甲台积电引进美国，等于是甲供应链刷回来到美国，会改变产业目前的游戏规则，未来也有上班的工作机会。台积电也宣布讲，本地要投资美金120亿，未来佫设定立场，投资金额会增加到美金400亿，加做美国有史以来规模上界大的外国投资案。American manufacturing is back. 这回大家拢予伊留一个呼声。美国总统拜登台湾时间7日透早参加台积电新厂的移机典礼，伫董事长刘德音的陪同之下，参观新起的厂房，佮发表演讲。伊学到台积电为美国制造业贡献真侪就业机会。TSMC is investing $40 billion here in Arizona, the largest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is state. Over 10,000 construction jobs and 10,000 high-tech jobs will be created. And I want to thank everyone in this company for making this happen. 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地点就选伫亚利桑那州，投资金额为原本的110亿美金，宣布增加到400亿美金。除了第一阶段5奈米制程会推进到4奈米制程，也承诺第2期工程要伫当地打造3奈米制程的成衣厂，按算2016年投入生产，会加做美国史上规模上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案之一。This state-of-the-art facility behind us is a testimony that TSMC is also taking a giant step forward to help build a vibrant semiconductor eco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already over 155 suppliers in the supply chain to TSMC interested also to locate in Arizona. So we are building an entire ecosystem and create good-paying, high-quality jobs. 这场活动大人物拢来啊，也透露出美国希望降低挖靠亚洲制造晶片，可能改变未来全球布局。台积电有个2期工程完工了后，总共年产超过60万片晶圆，终端产品市场价值有个超过400亿美金。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最近一直咧催生这晶片法案，说落来就是要甲全球半导体地位抢夺回来。最近 Intel 的市占率已经输予台积电甲三爽，不过台积电呢，伫咧亚利桑那厂呢，按算伫2年到4年之内，要生产4奈米甲3奈米。国内的半导体专家就指出讲，甚至佫较高阶制程的2奈米，未来将有可能会伫咧美国生产。台湾在地生产的优势可能就安尼就来失去，而且美国的人事成本比台湾佫较悬，加上即届台积电的供应链也做伙去到美国，未来合作厂商名单可能会去互对方来掌握，减少到台积电的优势咯。台积电伫美国亚利桑那的新厂，伫全球媒体的面头前，请也公开，台积电发出美国厂会引进先进制程技术，为5奈米提悬到3奈米，引起外界质疑讲，护国新山无要护国，会甲先进技术刷去美国的议论。对台积电来讲，know-how 专利是它最重要的保护哈。从这么久以来可以知道，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甲台积电台美2个所在先进制程摕来比较，美国亚利桑那厂规划先进制程量产的时程4奈米按算伫2024年量产，3奈米伫2026年，2期投资400亿美金，差不多台票1.2兆。因若伫台湾的先进制程3奈米已经伫今年下半年进入试量产，因若佫较先进的2奈米已经规划整地建厂，1奈米制程建厂的计划嘛当咧进行后期的规划。不过专家烦恼讲，即届台积电为了要省成本，顶下游的供应链嘛缀咧去美国投资，合作的厂商恐惊会去互对手误去，而且拼计小抢订单，甚至出现制造成本红公开的议论。不是把台积电大
联盟一起带过去，就是把台积电的所有的供应链的秘密，通通都一碗端给美国的意思啊！供应链的对接窗口名单全部都被美国掌握。最近美国半导体政策为了阻挡中国，也该复兴全球半导体头人的地位。在晶片法案推动的帮助之下，嘛是全球半导体大公司英特尔有机会东山再起，以后甚至无排除会甲台积电拼过。美国的这方面的投资金额相对是比较扩大的，成本压力上也会逐步的一个浮现，获利方面压缩的一个这个压力。学者指出，美国生产的成本高，台积电去美国生产是逆全球化。除了有分散风险的考虑以外，嘛顺应美国政府美国制造的诉求。不过，今麦因要是定紧伫台湾，在未来台湾半导体产业要是有相对的优势。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美国厂今仔日举行这红基大典礼，美国拜登政府也随宣布讲，已经通知国会会配合台湾 F-16战机、经国号战机、甲 C-130运输机的零件，这总价值大概是美金4.28亿。这也是拜登政府任内第一届卖这军事武器给台湾。国防部表示讲，这对空军战机的整备度有正面的帮助。中共的军机军舰伫台海定定伫扰乱，国防部前日发布，侦查到17架次的中共军机，其中有4架次超越海峡中线进入西南空域，也有中共军舰4架次来扰乱台海。国军派出战机升空、军舰甲华地飞弹系统严密来监控。对着共军的扰乱，美方宣布已经通知国会，要配合台湾 F-16加经国号战机以及 C-130运输机使用的零部件，总价值大约是4亿2800万的美金。美方同意供售的航材的零附件品项，有助于维持我们空军战机装备妥善跟消耗的补充，满足我们防卫作战与战备训练的需求。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7摆宣布对台军售。最近由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主办的首届毗邻台湾会议，焦点在两岸局势变化。咱方派出外交部处长蔡明干来参加。德国外交部亚太司副署长图迈尔强调，台海是国际水域，会明确来反击中国主张。以目前德国的外交取向来讲，他会比较注重怎么样联合其他民主的国家，对世界上或者在印太可能发生冲突的区域，然后多予关照或者是重视。那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在它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里面，也把台海的安全列进去。那在这种考量之下，当然会加强跟台湾的互动。德国国会先后派2团出访台湾，加上德国外交部亚太司署长斯佩兰也来访问台湾，显示台德关系有加强。学者分析，受到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影响，德国要降低对俄国的依赖，也反映在对中政策。台湾有国际供应链的优势，加民主的价值，对台德建立更加紧密关系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为了要提升后备战力，今年起办14天的新式教育调集，这效果是真好。到这国防部长邱国正今日表示呢，明年会扩大办理，增加7000人，计共有22000个后备军人参加。外界也真关心讲，这做兵的时间敢会延长呢？部长表示，年底会对外公告。台海情势严峻，国防部今年起办14天新型教调。拢总有15031个后备军人参与，透过大幅度提悬战斗教练课程的时间，照部队的任务、城镇作战等等的主题，提升后备战力。若像有超出成果，国防部专案报告初7指出，新型教调提悬后备军人各种武器检测的合格比率，比去年成长5.9%至13.7%。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明年会扩大办理新型的教调，扩增到22000人。经过验证以后，我们有一些要带教招单位的干部的数量以及带的兵员我们也在同步进嘛，同步增加嘛，所以它的容量可以变大。这7000人是这样来的。那另外这个5到7天人一样在做。针对新型教调占的比例，明年会提悬到18.6%。邱国正证实会当年提悬比例，不过未完全取代旧制度。另外，兵役延长的议题嘛是火烧目眉毛，今年一定要对外来公告，才会当伫后年正式实施。针对这点，邱国正讲，还阁伫咧规划，不过强调讲年底会公告。也有风声讲，邱国正伫咧兵役延长通过了后会请示，这嘛引起立委的关注。我个人绝对没有发表言论我要做不做，
这等于就在职的一天就把分内工作做好了，人员设施、个人的器材以及场地，还有他这个有关于的待遇方面，就同步在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的桃园病院表出讲，这资讯系统去互骇客入侵，这资料会去互偷摕去，甚至病人的个人资料也泄露。卫福部长施水元表示，这是几多年前的旧案例，无影响到病人安全。目前调查局也已经介入调查，桃园病院也发出声明，针对治安事件延误通报的问题，也已经处罚相关人员了。疫情三级警戒期间，卫福部入桃园病院负责防疫的重担。对抗病毒是真尽心，电脑治安的防护出问题。有民众报徛名向媒体公开讲，步入桃园病院电脑的主机去互骇客入侵，医护人员甲患者的个资侪拢流出去。病院相关单位的反应伤过慢，拖1个月才开始做调查。有化疗的患者因为电脑的程式去互改掉，原本调大档咧低的速度，资料去互改掉，若向低了伤紧，恐惊会有生命的危险。这个是1、2年前的事情了啦，哈，那是一个旧的案子。那当然这个有个资外泄好的内容，但是并没有说那个城市遭篡改而发生的变安事件，这个是没有。正是步入桃园病院有资料放流出去，不过卫福部长施水元表示，系统已经有修正，嘛当伫找机会更新。病院嘛承认讲，这件代志伫去年9月份发生，因为延迟通报，相关的人员已经有处分。而且讲，虽然是影响12台主机，不过敢若有1台资料去互偷摕去，因为是对外联网络的主机，所以无患者资料会流出去的记录。目前嘛有报案处理，也那调查单位目前是也无回应有具体的事情。卫福部已经把这个事件跟调查局取得联系，至于进一步是不是有刑事责任，要不要报请检察官指挥列为刑案侦办，那还要等待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治安的事件是安怎发生的？无徛名亚康者甲问题寄向步入桃园病院资讯系统的外包商，因为因的研发团队是伫中国，加上伊复会请治安公司调查了后，研破骇客是为中国来的网络间谍。不过今年为代替警政系统到总统府等等的公部门，伊才爆出有治安的问题，要安怎强化各方面的防护，也有预防骇客入侵，诚做政府部门都要好好面对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这9合一选举结束，民进党是输甲惨，这内阁改组也引起众人的关注。内政部长徐国勇因为身体因素主动要辞职，行政院长苏贞昌有甲留，落尾是同意徐国勇来请辞，而且指派政务组长华敬群来代理部长。9合一选举结束，民进党大败，内阁改组真受到注意。内政部长徐国勇开出头一枪，表示因为健康因素主动来请辞。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该慰留，不过徐国勇示意真坚定。苏贞昌切实尊重徐国勇的决定，同意伊请辞，并且指派政务处长华敬群来代理部长。徐国勇发声明表示，感谢总统的栽培甲信任，也感谢历任长官支持，才有机会出任行政院阁员。也讲到延期延毕有缘会在社会各领域来相会。应该没有讨论到内阁改组的问题吧？没有讨论。民生用品的物价有的比较有一些调高了哈，所以他觉得这方面是不是责任团队哈，这个应该是要重视这个课题。蔡英文找到调集苏贞昌甲国员会晤，外界员关心是不是讲到内阁改组议题。另外，为着回应社会对着乌道介入政治的议论，民进党伫宣誓要推动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明定排污条款了后，中常会切进一步通过政府议定选举反乌金条款。针对正副议长的支持人选，也通过了反列金的条款。国民党也应该要面对社会的一些要求，他们的议长、副议长的人选应该要排除列金的这些标准。但今麦呼吁国民党也应该杜绝乌金，并且强调清廉、纯正、爱乡土是民进党创党的精神，反乌金更加是民进党一贯的坚持。记者综合报道。然后举行的家己市长选举，剩无到2礼拜时间。这民进党行动中常会下晡是刷去家己执行，要来替这个候选人呢李准入来辅选，希望讲这对家己市开始平盘。那现任的家己市长，也就是国民党的候选人黄敏惠，是开始请假拼选战。党主席朱立伦也呼吁全党就要团结。
也正竞牌，民进党代理党主席陈其迈，家己市长候选人李俊义一排一排发动选，伫9合1大选输真济，民进党初一下晡，甲行动中常会是刷去家己，陈其迈要求党员全力辅选李俊义。在基层一步一脚印的经营，更谦虚的倾听民意，让改变从嘉义开始。希望改变会当对家己市长选赢开始，陈其迈下晡是陪李俊义车队扫街来求选情。李俊义嘛，搁一摆话为国民党候选人含伊辩论。如果平常做得好的话，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害怕检验，因为政见我们都在空中交锋。那我说的，他说我说的不对，那事实上我也认为他说的不对。面对民进党的话话，正式请假走选战的第一天，免费规工的行程拢真满。透早先去北行市场拜票。中昼发表政见手册的时阵是亲身报告，讲落网这政策强调不是拿力之争。这不是蓝绿之争，市民其实嘉义市民很重要，选举爱跨平息，我觉得这是只要认真努力都会被肯定的。免费是真细致的回应，看民进党是用全党的力量在辅选，国民党唔敢大意，党主席朱立伦嘛伫中常会要求全党团结，三场拢要选赢。民进党全党打一人，来集中所有的火力要来对付黄敏惠。我们当然对黄敏惠市长有信心，我们也相信嘉义市民。那联络在冲，但是嘛有其他的状况。民进党前家己市党部的主委陈英华，早起去使用小学附近的桥是挂抗议布条，只讲唔免费是阻碍东西区的发展13栋，要求伊落台。离选举是剩无2礼拜，哪里拢有袂当输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的这立委补选参选人国民党王宏维，今仔日表示，讲伊昨接到恐吓电话，这对方表示讲，伊若准搁再针对乌道，可能就会对伊来开枪。王宏维已经报案申请保护。民进党国议员表示，谴责任何的暴力行为，也拜托警方就要尽全力侦查。警政署长黄明昭也讲，这台北市警察局已经开始抓人了，也会加强保护王宏维的安全。被人开枪了，我不骗你了。我骗你了。你是？等到会到的话，我没有会开枪哦。国民党台北市立委补选参选人王宏维办公室，昨日下晡接到恐吓电话，对方表示，你若一直创乌道，有可能会开枪。因为这不是第一摆接到助理，我竟用手机录音存证，王宏维也马上报案。我们不能够纵容这样的一个威胁恐吓的行为。那么，所以也拜托警方能够尽速的能够找到是什么人做的，然后幕后有没有人主使，办公室就帮我申请了水户。传出准台北市长蒋万安找到早起，带王宏维拜访，和民进党表示是有乌道前期的副市长叶宾团。王宏维并无正面证实，敢若讲这2天继续拜访地方里长民代，寻求支持。民进党高义龙初次去文昌宫拜拜，针对对手一直攻击乌道的议题，高义龙是希望查这种议题都应该要结束了。议题的炒作，可以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其实我们看到民进党团在立法院有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选罢法修正案，那我也希望国民党的朋友们，也一起来跟进，一起来让我们的政治制度更符合大家的要求。针对王宏维办公室接到恐吓电话，高义龙是谴责任何暴力行为，拜托警方全力侦办。警政署长黄明昭是表示，台北市警局已经成立专案调查当中，也保护王宏维的人身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摩洛哥初人时阵，甲西班牙队拍败，唔但创下家己队伍的纪录，也是头一个进入世界杯前8强的阿拉伯球队。摩洛哥的球迷是欢喜甲伫咧街仔路庆祝，却因为伤过头欢喜啊，有人开始失去控制，就要警方也来赶人。还佫有啥物代志比赢球佫较欢喜？这一届世界骹球比赛，乌马摩洛哥佫创下惊人的纪录。初六甲西班牙激烈对战2点钟了后，伫12码球的 PK 战，以3分比0分拍赢无敌蓝队，加做头一支伫世界杯踏入去8强的阿拉伯球队，嘛是第4支入去8强的非洲球队。والله انه نحن كثير فرحانين بهالفرح هذا شعوري ما بيوصف يعني تعذبنا عشان ناخذ تيكت البارح بس في الاخير الفريق الوحيد العربي ونحن الفريق الوحيد العربي اللي وصل لهالمرحله 摩洛哥创下纪录，
球迷是欢喜甲不要讲，那伫卡达比赛场馆附近欢喜甲伫遐喝休，各地球迷嘛出来行路，做伙伫遐庆祝。不过有部分的球迷是欢喜了上过头，行为煞失控。伫比利时甲荷兰，拢有人向警方弹炮啊，尾仔伫防暴警察伫用催泪弹甲水炮车驱赶之下，才停止这场闹剧。比较之下，西班牙球迷会当讲是要哭无目屎。Parece muy decepcionante, la verdad. Habiendo empezado el mundial con un 7-0 y ser incapaces de marcar un gol con 1000 pases, me parece incapaz. 原底大家拢认为真有赢面的西班牙，因为球迷对结果是真好接受，佮失望。不过嘛讲摩洛哥的表现实在是真好。也拿伫另外一场比赛，葡萄牙是以6分比1分，踢赢瑞士队。É um jogo maravilhoso, porque uma pessoa pode dizer demais. É muito maravilhoso. 6-1, eles hoje estavam em forma, jogaram bem. 经过16年，葡萄牙搁一届晋级8强，球迷感觉拢真欢喜。不过嘛，希望球星 C 罗上场的时间会当搁较济。这届瑞士输甲真食力，民众嘛感觉真无奈。I don't know. I have no idea what happened in this team because they were very well organized. The organization was very well, and now today they played like juniors. I'm really sad. 瑞士输去了后，世界足球比赛8强嘛正式决定啊。接落来摩洛哥会伫半准决赛对阵葡萄牙，要来抢前4名。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咱继续来看这国际新闻。美国其中选举参议院最后一个席次，第2轮决选了后，决定由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华诺克连任成功。目前民主党伫参议院有51席占多数，也若讲到这民主党会当继续甲参议院保掉咧。交伫亚洲的参议员决选确定啊！民主党籍的华诺克以51%的得票率，险险赢共和党籍华克的48%，连任成功，支持者嘛欢喜甲。Are you ready, Georgia? I'm ready. Stand up for workers. To stand up for women. To stand up for our children. I'm ready to build a stronger Georgia. God bless you. 邓华克讲，伊的胜利代表选民的声音，无法度搁互选举规则阻挡也是压制。嘛，重新对降低错方药价、女权和司法改革的承诺。拜登总统是敲电话恭喜，讲这是反对 NAGA 川普极端主义政策的胜利。即马参议院的民主党对共和党的优势是拖甲51席对49席，免像顶一届55%的时阵，爱和共和党的权力分享，也是受中间派的议员牵制，嘛较无需要靠副总统兼议长贺锦丽的一票，才会当赢，会当较紧通过政策，也是讲拜登提名的自由派大法官和政府官员。虽然讲共和党摕到众议院多数，嘛敢若赢淡薄仔尔。拜登总统剩的任期，要敢若互共和党凊彩调查变作败卡。交伫亚洲本地长期拢支持共和党，最近几当时出现红拍破的现象。2020拜登比作30当来，第一个伫咧交伫亚洲赢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即摆参议院的2席嘛是民主党赢。输去的共和党籍候选人华克是川普挺的，争议真济，前脚球明星，伊即摆输去对川普搁要一摆选总统是影响真大，因为其中选举是证明川普已经无法度带动支持者，互共和党大赢。保守派真失望嘛，希望2024大选会当有新气象。公司新闻词汇中编译。阿根廷副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南德兹因为涉嫌非法发包工程去互起诉，法院宣判贪污罪成立，判刑6年，未来也袂当竞选公职。不过克里斯蒂娜唔承认罪名，强调家己是司法误导的受害者。阿根廷联邦法院3名法官初六宣布，69岁副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南德兹在2007年到2015年做总统的8年期间，涉嫌非法发包公用工程、贪污的罪名成立，判处6年的监禁，并且夺去公权终身。消息揭出，克里斯蒂娜经由官方的 YouTube 频道公开了否认，反控法院宣判是为了阻止伊搁再来竞选总统。Me condenan porque condenan un modelo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de reconocimiento de los derechos del pueblo. 根据起诉书所写，克里斯蒂娜做总统时阵，甲公用工程发包予熟识人，并且收取这个回扣。这涉嫌的建商甲7名关系人也被判处6年不定的徒刑。检方指出，克里斯蒂娜独立包厢的金额大约合大票310亿。涉嫌贪污的规模，因讲是阿根廷史上上最，而且真侪工程案到即阵拢也未完工。
尽管安尼，克里斯蒂娜仍然拥有广大民意的基础。8月检方宣布求刑12年时，支持者连续几工行上街路来抗议，克里斯蒂娜更加差点遭到枪击。宣布迄天，群众也集合在法院外口，大话司法企图制造政变，警方是大规模来戒备。Es un paso más del golpismo institucional que hoy está soportando la Argentina。新兼现任副总统加参议院议长的身份，和克里斯蒂娜享有司法的豁免权。消息指出，伊会提出上诉到最高法院，整个过程有计要至少6年时间。政治分析家有测，克里斯蒂娜应该是被立革来服刑。另外，判决的结果是不是为伊的政治前途造成变数，也有待观察。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印尼国会昨通过一项有争议的刑法修正案，禁止还未结婚就带做伙，甚至是婚前的性行为，连外国人同款爱遵守。也若讲到这侮辱总统、侮辱国家机关同款是违法的，引起人权团体批评。这个摆写李宗启实名时期的旧法，是不是要搁一侵咱一摆？对国会通过新的刑法修正草案，在外口的抗人士批评，这是全球上侪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印尼人权倒退路。Akhirnya kita bisa katakan bahwa negara akan masuk dalam kamar kita ya, ke dalam ruang privat kita. Jadi artinya setiap orang yang ada di wilayah negara Indonesia, maka juga harus tunduk dalam hukum pidana kita. Nah, nanti warga negara asing yang datang ke Bali, ketika mereka tidak bisa menunjukkan bahwa mereka dalam perkawinan yang sah, misalnya seperti itu, nanti mereka akan kena pidana kohabitasi atau perzinahan. 国会推动落去，婚前登记、婚外性行为拢被看作是犯罪行为，侮辱总统、侮辱国家政府机关也犯法。 Untuk meninggalkan warisan hukum pidana kolonial Belanda juga harus mengatur keseimbangan, yaitu keseimbangan antara kepentingan umum. 人权组织认为，这对少数族群有性产生重大影响。外国人若犯相关法律，该法刑责也无例外，对人权甲基本自由带来冲击。美国表示关心。 We're also concerned about how the law could impact, to your question, U.S. citizens visiting and living in Indonesia, as well as the investment climate for U.S. companies. 印尼政府提出刑法修正草案，本来是为企图有实名意涵使用数百年的刑法，经过几摆修订，依然有真侪争议法条。2019年国会成为通过同款的草案，所引起几万人上街路抗议，逼政府退让。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辑。 讲到罗西亚拍乌克兰到达超过9个月，这战场拢伫咧乌克兰的国土。不过这2天，罗西亚国内空军基地却受到无人机的空袭，指控这拢是乌克兰所做的。就算这乌克兰唔承认，美国也强调无希望乌克兰去到罗西亚进行攻击。另外，联合国安理会顶头针对罗西亚拍乌克兰，双方拢嘛对方讲，恁真无诚意。 为车上批评顶，当看到空军基地地面有受到攻击的痕迹。俄罗斯的恩格斯加加激烈为空军基地车5号无人机攻击，车6库斯克机场的旅游设施嘛，互攻击发生火灾，最后造成至少3名俄军死亡，4人受伤，共2架军机毁损。俄罗斯讲这是乌克兰做的，总统普京佮召开紧急会议来应对。 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资源只有资源防卫能力，并无想要升级双方的冲突。被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嘛强调，无鼓励乌克兰越界去做攻击。We are not enabling Ukraine to strike beyond its borders. We are not encouraging Ukraine to strike beyond its borders. Everything we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 world is doing to support Ukraine is in support of Ukraine's independence, its sovereignty, its territorial integrity. 因为俄乌战争超过9个月，最近核弹的问题又搁互提起。俄罗斯甲乌克兰煞伫咧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乌克兰人道主义议题时阵，搁开始互相批评。俄罗斯讲是美国甲乌克兰要继续战争无核弹的诚意，乌克兰就口说讲是做贼的花俩贼。 It is our territory that has been invaded. It is our people that are being killed. It's our homes that are being destroyed and robbed by the Russian army. Please keep this in mind every time Moscow attempts to wear sheep's clothing and to persuade us that it is not the aggressor, but the victim who resists peace efforts.
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捌伫测试宣布，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攻击型无人机已经进入最后的研发阶段。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表态，要阻止乌克兰家己提升国防能力，让因家己有稳定攻击武器。公司新闻台董平玉。台积电包装机甲9000名员工甲家属送去美国防空城。今仔日是台积电安基大典礼，有受访的工程师表示，确实有真侪人争取要去美国。人力专家也分析讲，台湾的工程师毋但优秀，佫有经验，甚至是真耐操，凭美国员工是佫较好配合。台积电自过美国亚利桑那设厂以来，公司就小以专机来载送9000名工程师甲家属到当地。伫仪器台底上头一批赴美的台籍员工也真受到关注。因讲来美国是一个全新的条件，是袂少内部员工拢想要争取的。增强的一定是有的，当然我们就会还是会有一些内部条件要做一些筛选。我们有我们的外派的津贴，那当然也会有房车的一些 localized 的补贴。辛苦的地方应该就是会跟一些外国人沟通啊合作，那语言上可能是一开始的隔阂，可是这也是我们来这边想要学习的部分。外团台积电美国厂台籍甲美籍员工薪水福利无同，不过无得到正式。员工讲，公司除了外派津贴，得到生活支出也能有补助。不过当地位处防空城北区，属亚洲的较少的所在，尤其家属会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另外，台积电管理的阶层也面临文化无同的挑战。要比较 open mind， 像可能在以往 TSMC 的习惯，会是先请你做什么事情，之后再跟你解释为什么要做。对，那跟外国员工的话，我可能要先解释完为什么，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之后，他们才会继续，就是才会开始进行。服从遵守的以及团队合作方面，其实也都是台籍工程师的一个这个优势。也就是说，像长官交办的一个事情，是某种程度上呢，这个会比较付诸全力去这个执行。人力专家分析，台籍工程师经验丰富，配合度国悬，是甲当地人才来比较一大优势。对着台积电到美国引发人才外流的议论，有学者建议，政府会在建立回流的机制，吸引外派人才。经过一段时间了后，关于搁等台湾协助半导体产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去到美国设厂房，这创办人张忠谋表示，这是美梦成真。不过外界也伫咧质疑讲，这美国欧洲台湾的台积电。美台商会会长韩如碧认为，美国政府在欢迎台积电去美国投资的时阵，也爱让台湾的民众放心。不过，驻美代表萧美琴强调，台积电袂变做是美积电。Dr. Morris Chen, you have a dream. I'm the guy to make the dream come true. I need to work very hard. 笑讲是美梦成真，这个台积电成功去亚利桑那州设厂，台积電創辦人張忠謀受到英年伫奧勒岡設廠，煞成做伊惡夢。今嘛，這個夢想經過25年了後，由董事長劉德音來完成。Not only that, we did learn from our experience earlier, and we are far more prepared now. It's a very good sign. 不過，台積電台美合作嘛引起質疑的聲音，煩惱韓國新產消息，或者是亞抗台灣半導體。台積電總裁魏德嘉當日頭一屆回應，講這是無可能的代誌，台積電無可能去互踏倒。台美商會會長韓如碧嘛認為講，讓台灣人民放心，確保台美經貿發展同款順利，是美國政府重點的工作。So any concern that might hollow out is a legitimate concern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It is incumbent 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oth to welcome U.S. investment, Taiwan investment in the U.S., such as the TSMC plant. 没有所谓的这个台积电去台化的问题，台湾的厂也会是全世界最赚钱的厂，所以请大家放心。国发会主委姜明欣表示，去台化是错误的想法，因为互相合作会当打造全世界上介好的供应链。专家嘛分析，台湾的优势要是存在，关键就是信任。因为技术各国都慢慢会赶上，但是这种就是科技安全的信任，我想是最为关键的。同款有参加典礼的驻美代表萧美琴，嘛伫人并册铺文表示，有人讲台积电会变做美积电，这个形容无下逻辑，因为台积电持续投资台湾，定紧伫台湾早就是事实啦。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美国厂的安基大典礼，真侪科技
界的这个大头拢来到现场，包括着 Apple 的执行长库克也讲，这 Apple 会扩大加台积电的合作，未来会有美国制造的晶片。也讲到台积电的竞争对手 Intel 执行长辛志格伫这2天会来访问台湾，安说会含 ASUS、AS 一寡公司，抑个有供应链厂来会面，背书是要甲这挑下家顾好掉共款。台积电美国移机典礼，重要科技概念师拢来到位。苹果执行长库克证实，苹果会扩大甲台积电的合作，未来会有美製晶片，供應正做上大客戶。As many of you know, we work with TSMC to manufacture the chips that help power our product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we look forward to expanding this work in the years to come as TSMC forms new and deeper roots in America. 另外，超微执行长苏志峰、回答执行长黄玲芬甲美国执行长梅鲁塔也拢到现场来献上祝福。黄玲芬学到台积电毋但是精密大工厂，也体现3大奇迹。苏志峰是表示，超微的采买台积电伫美国晶片，来降低对亚洲大工制造依赖。Last few years have shown us everyone needs semiconductors. The demand for more powerful chips to enable all of our digital services and products plays such an important role in all of our daily lives. And today, TSMC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ner for all of us who are chip design companies, or what we would call fabless design companies. The future of the chip industry is our future, and TSMC is the bedrock. 另外，台积电竞争对手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是来台湾访问2天，不如甲台积电竞赛意味。基辛格伫推特表示，欢迎台积电支持美国制造，伊坚信全球化之下多样性加互润性的布局，为半导体制造营运将会带来价值。亚利桑那州是一个好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常常听人伫咧讲，念阮阿嬷评理搁较厉害，这是一个事实哦。伫咧杜拜举行的亚洲健力锦标赛，来自家己61岁阿嬷李彩薇，伊一个人就摕到4块金牌，打破亚洲纪录。而且李彩薇才接触健力短3年时间，是因为李彩薇的后生就是伊的指导教练。李彩薇本身也是这家己大学中文系的讲师，听到摕金牌这消息，众人也拢替伊欢喜。伫个国旗馆的音乐声，徛伫个颁奖台顶的冠军是位台湾来的，今年61岁李彩薇。领奖的时阵感觉真感动。Go go go yes go go！ 哇！今年亚洲健力锦标赛伫杜拜举行，咱国代表队的成员是位家己来的李彩薇，测试以躯压100公斤、体重50公斤、硬压115公斤。总合265公斤的成绩，摕到60岁至69岁女子组69公斤级的4块金牌，打破亚洲的纪录。其实李彩薇是为3年前才开始接触健力，伊本身嘛是家己大学中文系讲师。这个消息传转来国内，学校嘛感觉真骄傲，遐那学生是感觉真意外。那个毅力呢，不断的练习之下，结果很快的，他去年就打破全国纪录了。所以这次他在杜拜呢得到4面金牌跟打破亚洲纪录呢，其实是我们一点不意外。很惊讶，因为老师的外表就是感觉是一个温柔的老师长，没有想到他是这么有力量，然后可以得到这个金牌。李彩薇因后生就是伊的指导教练，伫比赛进前加强一分，让伊进步真多，成功拼出好成绩，嘛互台湾徛起哩国际舞台。记者综合报道。代替花莲玉里到富里这段，因为地动断去，本地明年1月才当通车。不过这进度有提早，12月28就当通车咯。这台东的旅馆业者表示，元旦假期的订房有到95%以上，也来讲到这餐厅的订单也加真侪。政府慢慢放任防疫规定，东部观光景气真无简单转好，啊毋过9月7地动，造成东线铁路断去，台东的观光景气一刷搁落落去。啊毋过代替宣布12月28断去的玉里到富里段会通车，目前元旦代替订位已经超过8成，热门时间座位拢全部客满。这好像是互元旦原本价位台东观光景气搁起来，订房订餐厅拢要客满。花东铁路将会通车，我想这对我们的住房率也非常有帮助。目前订房率差不多9成、9.5%左右了。旅游业的业者，他们现在都有在打电话在做洽询，说12月
12月31号，还有年假这期间的部分这样。中华女体馆也有部分原因是受跨年晚会甲迎日头光的活动的影响。官府去年将天后张惠妹邀请回乡唱歌，都带来真侪真调。因为官府邀请罗广中清风真侪有名歌手跨年，官府强调袂输予西部县市的跨年晚会。3月份、4月份，我们就开始跟各个经纪公司联系。那今年的表演也很顺利的进行哈。台东的停泊路最近可能会冲破高城沟，不过台东的租车业者目前订单也无多，不过业者预估20了后可能就会租无车路。记者综合报道。12月70开始，咱台湾就取消入境人数限制。不过，交通部也推测明年来台湾的观光客数量，可能会当恢复到疫情进程的一半，才开始600万人次尔。今个月南台湾迎接疫情了后第一团穆斯林陆线团，疫情了后观光局甲地方政府邀请国际旅游业者来台湾。不过目前，逐天入境台湾的人数差不多1万多人，扣除个人甲商务旅客，观光客并无多。交通部承认复苏速度未这么紧，目前先以每年600万人次来台湾为目标。现在各国出境的这个人数也都不多，以日本来讲哈。他现在在今年到现在才30几万人出国而已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复苏会在明年慢慢复苏哈。我想到这一部分，当然就是说锁定日韩跟新南向国家，这个是他们的重点。交通部表示，经过2年多疫情，以机场服务费为主要收集的观光发展基金，即马特别用了，每年会估值80亿，加强行销，要拼旅游市场回温。不过有地位指出，想要发展成做国际级的观光景点，台湾在地交通也是一个大问题。本人眼中的台湾哈，红色那一条哈是行人的路线哈，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步行环境相当的曲折，台湾的步行环境相当恶劣，步道的连贯性呐哈，还有铺面的品质，这个是现在请他们再加强。观光局回应会继续整备景区环境，提悬景区的品质，因应旅游市场的变化。在疫情了后，提振国旅，各布局国际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教育局今日举办教育关怀奖的颁奖典礼，对国小到高中有40个学生得奖，表扬因面对困难依然是真坚强、真打拼。有时皮肤的颜色甚至是别人拿来揶揄的梗。他们说的话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让我感觉难道原住民真的很不好吗？保护者的无优先的语言拍倒，黄朱瑞涵用舞蹈加体育表现证明家己。另外一个学生刘子文经历爸母离婚、妈妈着感的打击，坚强度过困境。现主席伫师长的陪伴之下，讲出伊的自信。现在的我懂得如何用欣喜的眼光去看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幸福。我也变得越来越独立，越来越开朗，也变得更有自信。未来的我一样会继续努力，把自己练得更好。无互难关打败，游玩正向面对人生。总共40个学生得到台北市教育关怀奖，每一个学生拢有无同的状况。初次颁奖典礼顶悬，嘛看会到对台湾需求的注重。台北市教育局局长詹灿金表示，这届颁奖典礼有3个强项。我们期待我们的教育是要往共融，这个融入的融，共融呢，另外一个融就是互相尊重、互相容忍。第3个共融就是要分享那个荣耀。教育局特别出专册，小介台北市伫学习支持、心理关怀、特教共用的努力，望接调更较侪学生。记者林书谢桂林台北报道。讲台语长时行，有一群少年人创立语理同行，对自身的科学专业、学科专业来出发，用台语来分享学科知识。另外，也有一位医生伫面册顶头设一个母语的医学颁奖页，教大家安怎用台语甲客语来认捌医学知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秀杰，今日要介绍5G Orange 架构。这支影片免15分钟。我若讲袂清，倒伫涂骹互你种。
趣味的开场要向大家小解青云的科学概念。蔡小杰是屏东囡仔，当咧读阳明交通大学1年啊，参无共县市、无共学校的朋友，组成语理同行团队，互大家看到台语毋是录讲的语言。我有捌讲台语啊，去互老师当作较戆来对待人。我嘛有捌伫个早顿店咧点物件的时阵啊，咧点完可能当作我毋捌字，佮专工甲菜名豆豆念我，才讲这叫玉米蛋饼。句理同行嘛，访谈国际上和语言文化相关的组织，参考因的经验。即阵因推出台语线顶绘本，进前嘛捌办过共学活动，继续用无共款的方法推广台语。医生，这是啥物？咱会红吼，会上哦，这照我看吼，这大名是这辣牙的选肉啦，毋是真正的辣牙哦。用全台语看字拢袂起，连专有名词嘛会当用传统台语本地特有的比喻来解说。医生朱子宏大学时期就捌和同学合编医用台语教学的册，即马佫伫并且创立母语的医学培养专业，要甲大家讲母语嘛会当讨论专业。恁讲无字，我即摆写互你看。哦，你讲袂用的讨论着即摆的现代化的名词，着少来搭合。嘿。朱子宏表示，其实过去有袂少用台语客语写的医学文献会当参考，上重要的是爱加用母语讨论专业，才会当互母语现代化。记者林书谢桂林综合报道。明年是迪士尼公司成立100周年，最近也推出迪士尼上有代表性的 Mickey Mouse 的纪录片，来小解这只鸟鼠是安怎大汉的过程。3 simple circles, a quarter and 2 dimes, probably the most universal symbol ever created by man. 迪士尼经典的动画角色 Mickey 要重回荧幕，这边要看伊甲人类的100年大冒险。等到 Mickey 出现的第一现场，迪士尼用上新的纪录片《Mickey 传奇诞生》来庆祝100周年，请金钟导演拍创作 Mickey 的幕后故事。I always had questions about Mickey, and so when this film came up, it had always been on my short list of, kind of pop items that I was curious about. Mickey Mouse to me is light. There's like a lot of dark in the world, and he's hope. Mickey 陪全世界观众大汉，自二次世界大战到21世纪，伊见证历史，行过经济大萧条，也看过社会繁荣，和人类心中的物质会当解脱。It made me realize why, he had all this power was that he was really a film star and he was still around today. He gets so big that he becomes this reflection of who we are. How is that even possible with this little mouse? 未到1世纪以来，无共版本的Mickey用同样的面貌带来欢乐，是人类上大的精神依靠。He's still here. 公司新闻neu言编辑。所有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讲到明仔载这东北季风的减弱，各地头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早暗依然会较凉冷，敢若东北部、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的山区，甚至是马祖地区会落雨。也若讲到这拜五开始，东北季风搁再增强，气温会搁再下降，一直到后礼拜15，拢会受到这冷空气的影响，也可能会达到冷气团的程度。按算这低温会降到14度以下。最近天气侪变化。民众爱加脱领衫，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吉隆到新竹对18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6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21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